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睇一睇聖經人物嘅不知滿足。今日咧，我哋睇睇亞哈王嘅不知滿足。嗱，亞哈咧係以色列一個王，咁啊作為皇帝咧，佢當然咧應有盡有嚇，擁有好多物質啊財富，但係咧佢不知滿足，佢咧係想要渴望咧得到佢鄰舍拿伯嘅葡萄園喎。咁啊佢同拿伯講咧，叫佢賣俾佢，但係拿伯咧就唔肯。因為以色列人咧，一般嚟講咧，佢視佢嘅土地咧係神俾嘅產業，就一般嚟講咧係唔會賣俾別人嘅。咁好啦，亞哈好失望啦，得唔到嗰個葡萄園，就講俾佢嘅妻子耶洗別聽喎。但佢嘅妻子耶洗別咧係一個非常陰毒嘅婦人嚟嘅。耶洗別咧就煽動群眾向拿伯作假見證，無端端咧就話拿伯咧咒詛神，又咒詛王。咁眾人咧就將拿伯拉到城外，用石頭將佢打死。咁咧拿伯就死咗啦。咁呢個耶洗別咧就用呢個陰險毒辣嘅手法咧，係將拿伯置於死地，然後咧就奪取佢嘅葡萄園。難怪喺聖經裏邊啊，耶洗別嘅名字咧係邪惡嘅代名詞嚟嘅。呢個咧我哋喺啟示錄2章20節睇到嘅。嗱，當亞哈正要去奪取拿伯嘅葡萄園嘅時候咧，神派以利亞先知咧嚟到嗰個園子裏邊。以利亞預言啊，亞哈嘅家族所有嘅男子都要被盡殺死，而呢個耶洗別啊嘅屍體咧會喺田間俾狗咧係吃掉嘅。嗱，後來耶洗別嘅屍體咧係俾狗咧吃得殘缺不全。亞哈嘅家族啊，大臣、密友、祭司等咧，亦都被耶戶咧殺掉嘅。以利亞先知嘅預言咧係一一應驗嘅。嗱，我哋睇睇列王記上21章13節喎。佢話有兩個無賴來，就係耶洗別安排嘅無賴嚇，坐在拿伯對面。無賴當着百姓作證告他說：拿伯咒詛神和王了。眾人就把他拉到城外，用石頭打他，他就死了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